你我也两分开，枫叶里万里红叶来交配。相分离一句话，分两兄，你家中可有期望配？你早知与兄非婚配，今日相问为何？要是你两兄亲密的，小弟替你来做大媒，爷的替我来做媒，但未知千金是哪一位？这是我家小九妹，弟子两兄可惜。九妹今年有几岁？她是与我同年啊，乃是双胞胎。九妹与你可相像？她品貌就像我英配，大哥子身板开不开？我家务中我献英才。